另外來看，這中華的溪州有一間日照中心是傳出哪像有諾羅病毒的群組感染。5月13開始呢，這日照中心就有14個時段是接續安尼出現胃腸無爽快，也是講這發燒等等的症頭。目前這衛生局已經去採檢，也那長照中心嘛暫停營運大消毒，上緊5月2日就會重新開放。時大體質病床看起來真無爽快，有議員表示，伊頂禮拜接到民眾通報，講厝內80多歲時大佇中華縣溪州鄉的日照中心，疑似餵到諾羅病毒出現走北的情形。一問才知影是群組感染，攏總有14位時大出現症頭。5月16的時陣吼，咱的老寶貝的家人因為他的老寶貝到了我們的日照中心。結果回家以後就開始有這個腹瀉的狀況連拉了5次。中華縣衛生局指出，這間日照中心大概收容30位的時大，因第10時接到通報，講日照中心出現走北的群組感染，遂派人員去現場稽查，進行環境消毒，懷疑是去餵到諾羅病毒，攏總有14位時大出現走北、發燒、腳無力等等的症頭，目前檢體已經送驗。本局在上星期4接獲日照中心通報疑似腹瀉群聚，隨即指派防疫人員進入機構進行疫情調查，發現有14位長者有症狀，疫情初步研判懷疑是諾羅病毒感染，隨即進行環境大清消，並立即停課。衛生局表示，過去諾羅病毒較常發生佇有大麻服務的長照機構，這個是頭擺發生佇日照中心，感染控制會較複雜。未來會要求日照中心，若有一個人出現走北的症頭，就通報加強隔離。目前這案無閣增加胃病的人數，上緊佇2日日照中心就會重新開放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